来看云林段的高岛栏目有2场的市街场，较济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抬到4万外只的鸡。云林县的动植物防疫所是表示讲，天气过湿过热，嘛互鸡的抵抗力变歹哦。所以今年全国挖到禽流感的养殖场有33场，云林县就占19场哦。防疫所嘛呼吁业者就爱定定消毒。防疫所的人，甲鸡仔集中做伙，准备要灭掉。伫咧云林岛南有2个白肉种鸡的饲鸡场，最近主动通报，讲有鸡仔熊死亡。经过采样送验，确诊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，车辆已经全部灭掉。经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，于7月3号确诊为 H5N1 亚型禽流感。那防疫所于接获报告后，随即启动阳性场扑杀程序。那总共扑杀了4万多只的白肉种鸡。云林的动植物防疫所表示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全国有传出禽流感的养殖场就有33个，云林县就占19个。虽然最近天气稍热，不过所不时咧落雨，这种湿过热的天气，嘛会造成鸡仔的免疫力降低。近来气候变异大且高温湿热，间接造成家禽紧迫及免疫力调试的问题，致仍有疫情散发情形。防疫所呼吁业者就要继续加强养殖场内防止鸟仔入去的设施、甲消毒的工课等等。逐工自主观察场内家禽的健康状况，有发现各样就要随通报。若无会当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，毋免提供灭掉动物的补偿，而且阁会当罚5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